那第三个，离恶对治利，是指回想自己往昔所造的罪业后，发愿从即日起，纵欲密难，也不再造那样的罪业。那么还有三须经云。那我们这里面呢，就是看到一个，我们如果是前面所讲的一样，不会再次去造这个业的部分来说呢，这里就是直接用到，就是相当就是生命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到就是非常重要，对不对？对每一个众生来说到，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是我们就是重于密难，如果是为了不造业，放下我自己的生命，也是可以做得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忏悔才是真正的忏悔啊！不然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的生命很重要，但是如果是比较轻松的这种忏悔，我可以做得到，比较轻松的可以做得到的部分呢，我就可以再做得到。但是呢，就是比较重一点的，那我们就是一般的很多人来说到，今天如果是以一些一定的数量的金钱跟造业这两个选择，那既然你知道不能造业，但是也是为了一定的金钱去造业，或者为了一定的什么样子的某种地位也好，自己的利益去造业的部分是，那当然就是特别多了，对不对？但我们如果是不讲所有的人，只是讲我们可以在有修持佛法的这些人，多多少少也是接触过佛法，也多多少少也是懂得因果的人来说的话，也是可以做得到，就像这里面所讲的一样的人也是比较少数的，对吧？对。所以我们呢，就是往少数的方面去学习，我们必须得要对我自己做一个管理什么呢？对我自己的内心的思想要作为一个管理，我们就是要立一个怎么说呢？接下来我们自己的人生呢，就是要什么样子去圆满，以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规划。从这个修行上面，我们今天修的话，就是真正的能够让我们获得解脱的最殊胜的方法。我们为什么不能解脱呢？因为我们过去的业力最大了，这业障最沉重了，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一直都是在轮回的过程。过去呢，也在这个轮回之中也是出现过无量无数的佛菩萨，但是也是没有度化到的我们今天呢，可以在遇到了佛法，可以度化我们的这个佛法，真正的在到了我们自己的手中的时候呢，我们要不要固定一个课程来圆满在自己的这个人生当中圆满这个课程？这个必须得要想好，一定要拿捏好。这里面所讲的一个纵欲密难那如果是说有一个人，我就要为了解脱，认认真真的修持佛法，就像弥勒日巴尊者一样。弥勒日巴尊者在山上修持的过程当中呢，没有任何的饮食可以吃的情况下，是不是纵欲密难？一般的人来说到，会不会跑下去讨药什么的那么必须得要去想个办法，先吃饱肚子再说，对不对？对。那么在释迦牟尼佛当初苦修的时候也一样，好几次都是倒下来了，因为就是因食没有因食，所以就是这种的故事在过去龙金然讲的尊者他修持的时候也是一样，好几年都是经过怎么说呢，饮水丸、几粒饮水丸跟水来维持他的这个怎么说呢，生命的，也这样修持下来，最后得到解脱的。那么这你也要知道，是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尤其是在城市里面的一个修行人来说的话，那只是一个苦修才是有方法，所以就放下一切，这也做不到，也不是说这样的要求。但是我们就是过去的这些怎么说呢，那个公案，就是过去的这些高深大的修持的这个
故事我们就可以学习。所以我们的一些轻松的事情小小的，就是我们在人生几十年之内的这个人的这个我们一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小小的部分能够可以放得下的情况下，尽量的放下，也没有遇到这种命难嘛，对不对？所以真正的这些修持之高僧大德嘛，遇到了这些命难，重有命难这种的困难的时候，也是没有放下过的那个修行的这些故事，那么多么的殊胜啊，对不对？那我们自己能够可以在轻松的一些家庭的事情跟工作的事情，有的时候尽量的避开一下，把所有的多出的时间就是用在佛修行当中的话，那是一个非常殊胜、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啊。所以这样我们自己就是要好好的，就是要管理一下自己的内心。接下来我们自己就是对自己的人生之中，就是我们有生者在这个知见里面呢，就是我们就是要做一个为自己做一个这样的行产行事力。那么这个里面我们就是在这个修行的这个形式里，那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对不对？那是不是这个是非常需要的，而且应该要的没有的情况下，那就是随便如果是今天做到就做一点，做不到就不用去做这种，那就是功德也是只有这样的。但是佛法无边，方法也无边，各种各样的众生都可以接触。今天如果是只有这样的，就是没有什么做功课的时间，也没有什么听课的机会，他哪怕只是做一点点好事，也是修行，也是很好，非常好。我们所有众生的一切的功德也是以这样累积起来的。我们经常都是回向的时候，都是说我们所有众生的功德也是累积，所以所有的众生就是有功德的，不是没有功德的。每一个众生他有他的功德，也他有他的业力，所以没有一个众生都是在无始世来在这个轮回当中连一点点的功德都没有的，这是不存在的。现在站在地狱当中痛苦的这些众生，也是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功德是存在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知道所有的功德是可以累积起来的。这里面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用修持佛法不只是一种方式，但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修持大圆满法的真正的一个修行人，我们所在的都是真正的修行人。那真正的修行人的话，就是按照正式的修持的这个要求来作为一个学习这个课本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如理如法的完全100%的达到标准的一种修持方式，要学习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今后必断写述律义，又极乐愿文云：若无戒心不禁故，发誓今后遇命难，亦将不造不善业。好，那么这一项呢，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解释里面都已经包含在刚刚就是在极乐祈愿文里面讲的，这些都是已经在里面。因为就是最主要呢，就是我们要忏悔是要有后悔，而且是要决心。决心什么呢？就是再也不去造这个业，这样的一个决定是自己的内心当中要做下来的。法了就像比如说法愿、发那个怎么说呢，法誓一样的。那我们就平常都是说法了誓、法了赌誓什么誓等等等等，有这种说法嘛，对不对？就像这样，我们就再也不会去造业。那因为没有这样的决心的情况下，也是不会有用的。所以就这个都是非常重要。这里面所讲的都是，如果是重于灭难，也不会再去造这种不善业。自本作人着康